杨总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很荣幸哦，2290呢今天能够来一个独家的跟我们的桃女岭的庄主来一个亲密的接触哈，我们其实也已经合作了接近1年哈，有了。然后呢，我们的粉丝们，马来西亚的粉丝们呢，其实也有很多已经来过了这个桃女岭，体验过这里的不一样，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希望能够借助我们团队里面的整合了几个很有趣味的一些问题呢，把握这个机会呢，亲自想听听杨总呢给我们说出来，因为每一次都是我们个人自己在说这个地方怎么样，但是能够亲耳听到杨总的诉说呢，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那我就一道一道問題問問楊總啦哈。好。我楊總也可以用廣東話啦，我覺得你。我講廣東話啦，我講廣東話係。我哋就差唔多啦，畢竟係我哋馬來西亞啲 audience 咧就2種語言、幾種語言都聽，所以咧把握呢次機會就好感恩、好感動遇到我哋嘅同流論嘅莊主嚇，所以我就唔係㗎啦嚇。隨便問。第一個問題哈，桃女嶺為什麼選擇落在蓬萊這個地方秋山谷啊？然後呢，是什麼東西能夠讓您決定留在這個地方開發？揀蓬萊呢個地方咧，就因為咧係氣候宜人，美酒佳肴。因為咧呢度係的確能夠種出好嘅葡萄，釀出世界優質水平嘅葡萄酒，同埋咧啲海鮮又好靚。咁啊，最主要就美酒佳肴，又好食又好飲啦。最簡單嘅理由，所以就決定留喺呢度。冇錯啊，係啦。所以你嘅太太都決定係啦，楊太都決定留喺呢度。我睇到楊太真係種咗好多嘢，種咗好多有機嘅菜啊。其實仲有好多有機嘅嘢，真係講都講唔晒啊！從蔬菜啦，自己種嘅菜自己整嘅蛋啊，嗰啲水果。變咗好多啲jam 啊，啲客人都真係好享受，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感受到嘅，你哋決定留喺呢度發展嘅一個。冇錯，啲風土能夠出好嘅嘢。係啊。